对世界对自我失望过，回避过放弃过遗憾过，现在的我不想再闪躲，就算有人笑我做梦，我想不上来会被选中，我会向命运低头。辛苦是不怕的，没关系，努力战胜。练功房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游泳池，我总是干的进去，湿哒哒的出来。我是小学毕业开始专业的学习越剧，这个决定是我自己做的，你不要后悔自己选择自己要走的路。就季老师这句话，我就没有跟他们谈过。我不想放弃，然后我就告诉自己，如果只要你还能站起来，我就要去。去了的话，如果你比不下去了，实在比不下去了，你再回来。半夜的时候，我从这个窗口爬进来，你从6点钟唱到半夜12点。那我是选自己的，我很清晰的知道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必须去付出努力。对世界对自我失望过，回避过放弃过遗憾过，现在的我不想再闪躲，若白头比懦弱光荣，多少人生来就被选中，但他们不懂得奋斗。我每次都选择了坚持。特别是小生，会比花旦发展的更好。这个楼推掉，就重新打地基。就算没有成功也好过面对到最后。不能离开越剧。90%的时间的精力都是用在越剧的这个圈子里，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里。相信应有，燃烧心底最深角落，冲破，对世界对自我失望过，回避过放弃过遗憾过，现在的我不想再闪躲，若白头比懦弱光荣，多少人生来就被选中，但他们不懂得奋斗。我知道我有种，所有的只要去参加比赛一定是经典，因为它是唱作念演打全来。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越是桂冠获得戏曲10大青年领军，榜首的是陈丽君。日眼前一切冷漠的狂风，就算苦等永恒，总有天冰雪消融。3、2、1，抬起头，用力看看这宇宙，星空下平凡的你会选择怎样活？我要你回头，要你自由，要你冲破牢笼，不怕痛，不认怂，不甘平庸 nothing in my world is impossible。敢不敢鼓起奋勇 say come on， 就跟我走。对世界对自我失望过，回避过放弃过遗憾过，现在的我不想再闪躲，若白头比懦弱光荣，就算是错也是我的梦。不过这条路还是比较偶尔有时候。我知道我有种。希望我是梦想实现。